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。万一我走了，你不是白跑一趟啊？笨蛋！打扰了，陆小姐，我们后厨快要下班了，需要现在为您准备预约的菜式吗？ 打球都提不起兴趣，谁惹你不痛快了？他回来了。李曼，3年了，你还没放下？要不是他出现，我都要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了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他是你的初恋，还是背叛了你的初恋？以你的记仇程度也会忘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几年有多忙，况且呢，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，我也不会为了他去浪费心力。 你心里清楚就好。他回来干嘛？给你道歉啊？应该不只是道歉吧？他知道你结婚了吗？还有陆离，知道你们的事吗？糟了，我居然把他给忘了。拿着球啊！喂，什么情况？ 先生，我们已经结束营业了。你好，有没有一个叫陆离女士的预约？那个位置是有个陆女士，不过她一直在等人，我们是关门了她才走的。谢谢啊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你来了就好。餐厅都关门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因为你没有说不来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。万一我走了，你不是白跑一趟啊？笨蛋！手机是摆设吗？都不知道跟我打个电话。 我就知道你有事耽搁了，所以不想打扰你。饿了吧？我们吃好吃的去。你的米其林3星大餐，我给你打包了。